槟榔小琉球是真正的景点，2021年8月，当地21间唱水业者用疫情成本起价做理由，协商了后做回起这唱水的费用。去年初公平会接到通报了后，依照违反公平交易法甲业者罚钱，其中有7间不服控告，索予法院驳回。游客伫教练带领之下，准备落水铺水皮。小琉球21间铺水皮业者甲当地观光发展协会2021年8月协商起铺水皮费用。公平会协报了后，去年初以公平交易法、个别化协会甲业者砸75万，其中7间业者提告控罚，则是予法院驳回。他们就是开了一个会啊，决定价格调涨。那这个就是典型共同来协商哦，决定了当地的这个价格，破坏了他们个别业者决定那个价格的空间，联合涨价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迄当时，21间业者的声明中，第2点载明，因为相关成本增加，将费用起到1人400块，互人认定违反公平法。台北高中行政法院表示，违法重点无伫起价行为，是业者联合决定市场介绍影响强势，也毋过业者也有话要讲。大家朋友就是加个群组在聊，不知道不妥这样子。冬天没有游客，夏天的话又常常台风天，什么也没有办法做啊，也没有什么收入啊，物价也都上涨啊。教练一个对济人带游客落水，业者强调装备一直起，也爱负担游客保险，起价是不得起，那费用为300至350不等，起到400，游客认为爱当接受。这样还好啊，而且现在什么都涨。成本一直起，互铺水皮业者食袂消。公平会表示，联合起价是违法行为。那因为成本也是司机摆等因素造成业者歹维持，也爱事先向公平会申请，佮得到许可。提醒业者袂当私底下随意联合起价，以免触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